后来继续来看，台湾有5大机构来入选到2021年全球100大创新的机构，分别是鸿海、广达、工研院、华硕甲金宝。这是互台湾的创新实力跳起了全世界第3名。 台湾创新的实力，全世界拢有看到，包括鸿海科技集团、广达电脑、工研院、华硕电脑、甲金宝电子，拢上榜全世界100大创新的机构，表现真好，排伫全世界的第3名。台湾今年的表现特别优异哈，有5家上榜。专利除了鼓励创新之外，另外一个它的目的就是鼓励分享。 广达电脑董事长林平利对着台湾的表现非常的肯定。那怎么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景气呢？很好，有信心的是。PC 真的很夯哎，怎么看 PC 的发展？很好。这摆这种的企业除了专利的表现真好，全世界的市场布局更加是拢无停。像台湾上强的半导体，就甲全世界产业相关。像最近美日联合声明就讲到，双方要伫半导体产业规划合作。台湾半导体业大家拢真注意这个消息的发展。 对于跟美国合作、跟日本合作，这是台湾一定会去走的路。像正义大港龙头台积电，就到美国设厂，到日本设研究开发中心，可见抢先布局的重要性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认为讲，台湾的自由民主会成真济国家来遮合作，强的甲强的联手，就使共同创造新局面。